各位合作好面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南庄亚道味的物产丰富，自然的开发带动的亚道味的休闲经济。第六个巷弄地图，下的巷的建票山出规划的分房，菜天人按样运用智慧，老几亚道嘅想法，变做係一次又一次食香味都有嘅好料呢。另外呀，菜天大文嘅山泉水，秀出來嘅準，幾樣嘅配，將做得配出特別嘅美食，還個變做係做蛋糕嘅好料呢。今日就聽聽民族，鄉下行業南州，禮品上用規劃香味做出來嘅泰餐，還個吃起來食也係火配都當好食嘅準料理哦。嚟哩！南莊是有個一團當好嘅光景，本夜味變到當鬧熱。不過對大煞貨嘅模特，所謂沒摸到嘅經濟價值過後，頭擺嘅好光景冇誒。大約係有10多年嘅時間，南莊變到點縮縮嘅，無人客過來。沒因為安呢保留嘅點清又簡單嘅天然資源哦。Hello， 老太公。你好。哇，你好。老國味太高，菜天客家人，因為對規劃當家己，老家嘅兄弟自細嘅天天阿爸中，義務家人三忙大病，開沙嘅結轉嘅打造出佢阿條嘅夢想，後生搖搖嘅手動食材，當有自家嘅想法咯。規劃哦，俺南莊有5種法，好，有規劃玉蘭花，還有樹蘭、含笑、葉荷。是啊。哎，有名，甲做等下你看一下嘅特別規劃冇？好啊好啊，我等你下要卡看。好啊。好，嚟。做乜嘅特別嘅規劃要按有名，大家會聞香而來咧？係啊，因為規劃佢本身就東鄉啊，還有有做咧做料理。含做做料理。南莊老街有很多規劃巷，又合又滿白，不是飄散出規劃香，因為按呢真有名，路巷各種用規劃做嘅小食美食。本人客無上嘅進步，可以來行太見行法咯。咁你愛前面規劃到呢？你要存到四季櫃咧，四季櫃底下前面。四季櫃哦。係啊。好，都嚟到邊咧？前面就看得到兩條。兩條。係。哇，上到行太條，中意個榕樹用嘅啊！但係看嘅下背嘅曙光嘅部分就動態哦。咁種嘅樣嘅規劃，你好種冇呢？南莊嘅天氣吼，都適合種兩條規劃。哦。所以講種起來就平時就淋水按用就。按好照顧哦。係啊，就上到動好咧。那也嘅家下已經漂暗香嘅蜜頭，我敢可以上去摘一點小花下來。做得啦，做得啦。因為兩條已經凍，家冇啦講種兩條樹誒，幾久誒？你8公年咯。8公年啊！拍謝，不敢不應該一抓它的。好香哦。這個蜜頭啊，很高雅，很像那種淑女的味道。我睇到一種蜜頭，喺講拿來做料理嘅話，我就想到大半夜來到嘅南莊這個桂花香噶，都會食嘅桂花露啊，做桂花餅料的。一種蜜頭真勁有拉針的。桂花上啲小嫩，排水好，鬆油皮嘅沙鎮奶肉肚，細數嘅愛油炸帶，太過後是要充足嘅熱頭光，將做得盤桂花上到醬醬。列下人氣地度，仲是龜龜青島，花色溜溜嘅拍，無樹溜溜嘅黃，幾年嚟會開花，因為用人工摘桂花，好時又好工。不過比遙本季綠化嘅大量採收方式，還加做得保存桂花嘅粘性，還有持香。聽聽泰國嘅腳譜，來去看一下摘好嘅桂花，按用嚟洗澡哦。嘿，要多喝一點，邊有熱頭。好，我俾那片洗好咧。這樣子，你要洗幾多日了呀？洗到早煮好嘅啊。洗到早，就不說看天時了。我看天時我較平的應該較好。輸送採下來嘅法律啊，按掉你聽聽，我採到按到，跑一個月時間哦。係哦，我哋就
全部员工哦，大家同心协力，帮他炸，一年可能炸唔到1斤哦。真劲哦！因为那冻强啊，洗澡冻强诶。不过大家用炸不亦乐乎啊，都好搞。而且很香，对对对不对？同心协力啊。刚才都会去撇都给他小米，很香哦，而且它有一点点蓬桶跟那种咩米呢。蜜甜味，但蜜香味。哦，系啊，洗到了发后，比如按多水擦擦，系擦擦用黄珠做得嘞。就好像都跟他讲你洗个老配洗面遐呢。老太哥讲，桂花香当久，洗澡加工过后，做得做各种版的甜点，还做得久久哦。用日头洗澡嘅方式，啲脱槍過後，有唔上身嘅食療貼心，係清好嘅養生飲品。另外，桂花冰落出嘅好味絲，聽講當有甜韻又清香，隨帶等洗澡嘅桂花，來去搶到太廚味絲嘅結構。豪哥，豪哥，哎，慢点进来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豪哥你好，我是敏珠。敏珠小姐，豪哥。豪哥你好。然后他就会带你去做一些桂花料理。真的哦。教你做。豪哥拜託了。好，冇問題。番米片太高，菜天客家人，花無多，看起來神道，做起料理動專心，也知道佢係心肝動軟嘅牛人。18歲開始就田師傅學做菜嘅技巧，對這個動作經驗，這下已經係13年就做得下山嘅太廚哦。豪哥唔批看下動香誒。對啊。對啊，到尾做菜是在動幸福吼，每一天聞到這麼香的味道。對啊，整個批到做迄講深深嘅動火。真嘅，咁唔知嘅料理有很難，講嚟做乜嘅咧？做個桂花米，以後等下嘅就所有嘅料理全部都用到。就這樣，對所以這是基本的，而且老爺嘅醬料先準備好些了。對對對。好，大家水滾呢，要先怎麼做？水滾你教我。嗰就要先標下那個芒芽。用比例呢？比例要怎麼全部撈。要全部撈，這你算好的比例了。對對對。可是是幾比幾啊？算盡量嘅啦。好，用的用的盡量咧。芒芽有3到10兩。好。批桂花差唔多8兩。哦，差不多，按照5比4，對嗎？哇，一個芒芽係把就會唔係用砂糖，係用芒芽糖，係本意按用膠黏黏嘅嘛。哦。因為啊芒芽較黏吼，應該都要先用滾水煮比較溶較快。較溶的喂。要用細火去煮。哦，冇會煮過來會變焦糖了。一定要用細火。這樣要攪嗎？哎，天天的拉。天天的拉。你這麼放心交給我做，不會被我搞砸哈？不會，絕對不會。你平常都不笑嗎？平常很少笑，因為煮芒芽哦，因為煮芒芽不能笑。對，我釀到。好，我釀到。因為要慢慢的，你看芒芽煮啊落去就變糖水咧，芒芽糖水。因為要蜂蜜哈。哦，又要加膨糖。對，膨糖哈，膨糖啊，因為要做的。比較不耐煮，所以一下下就好了。對，一下會變質，對不對？對。可是這個幾比幾呢？這個要放多少？10兩。哦，好，這樣來，好起來，芒芽色、紅糖色啊，桂花黑白，對不對？好啊，因為蜂蜜要是煮太久，它會變質，剛才就漏呀漏滴溜，可以嗎？要再等你煮一下。再多等你煮一下。太哥老愛講。張開世界下，慢慢一看，慢慢一學，攞其他嘅主廚傾下討論研究菜單，其中雲桂花蜜清好嘅比例，係經過幾下擺嘅失敗，研發當久嘅成果哦。桂花蜜香味濃，用亞米煮，3兩下嘅就做得變出一桌嘅好菜。揾正式嘅人食落最多嘅時節，做得表現出幸福嘅笑容。這鹹甜哎，好甜哦！懂香哈，它比一比水就在我嘴巴裡面變成桂花茶了，好甜又好香哦。就係要先用家下應該就煮好嘅桂花蜜。對，加一點什麼干？沙拉醬，就一般市面上買的沙拉醬。像沙拉醬。對，要比例就係講，桂花蜜較量較大。沙拉醬差唔多桂花蜜嘅量一般是吧？哦，哇，這也應該係算一個創意料理咯。因為一般是都會係鳳梨蝦球
这条白色豆的是桂花蜜的虾球，跟两个黑嘛个？要黑百香果酱。好，百香果酱。哇，看起来很像是那种大哥，做事情又很细心哦。好。按你做的呢？呢個酸酸甜甜，拿來以前家下食沙拉，落落去那種酸甜的感覺，清清了。一般我擺傳統做的嗰種鳳梨蝦就，對，一般都是就是加美乃滋嘛。加放喺香港桂花園就會做出自家特色。迄美里桂花係甜的，加個頭幾手的係酸的，就變酸甜酸甜，應該就上到嗰種談戀愛的米絲啊。調配好特製嘅醬料過後，總算啊開始料理嘅下一步誒。遲遲嘅下鹽，圓圓高分過後，小油泡大約20秒過後留起來。這時節一粒一粒嘅下鹽，看起來金色色嘅。大哥講，泡嘅目的就係味道要增加口感，不米絲還較有層次，還有學到嘅哦。今日嘅下鍋已經泡好，講咗長時間咯。係啊，因為啊，婦女家炸好以後對，啱擦擦。對，加加去斑斑啊，那加下佢加下調嘅佢。好，用睇唔用嘅咧？我炒油我安尼個爺安尼啦。你而家要攞一些油係冇？冇到油，所以美乃滋裡面已經有油分咧，對不對？應該都是醬料嚟哈。啦。細個我以前炒一勺。哦。炒熟了啊！我知道，這就跟糖醋一樣。炒呀，安尼呀就呀，有的起頭哎，給它上架上去。哦，斑斑啊！不說這樣子嘿，翻鍋來了，厲害的來了。哎，你就做的呢？好了，30秒而已。凍片片嘅，一根零片都係一個桂花味落去。多數上邊有些甜甜的桂花醬啊呢。對。總後一起。變成黑金黃色的蝦球哎。來，你剛剛準備那個按醬的擺盤，鳳梨，好漂亮哦！哦，還有一個。冇想到煮好嘅桂花蜜，但請我溜溜嘅調皮，簡單嘅料理，讓皮變做本人上嘅調飲來食嘅創意美食咯。接下來我學做嘅桂花烏蓉意見，聽講咪係真出名嘅私廚好菜。提前先到烏嘅切底，放到農場度蒸熟過後，表冷攪做用。我知道泰國仲係充滿想象嘅情感，就像係技術使用嘅本色菜新生命。一個已經做些巴沙嗰度，行去做乜嘅咧？邊乜嘅？哦，又係桂花豆腐。哇，有變桂花落去嘅豆腐魚哦。有桂花米湯。真的哎。想要試吃一下，真勁呢！係啊，係攞嚟嘅桂花蜜吧，甜甜的蜜湯。甜甜的米絲啊，桂花香味啊。好棒哦！第一次吃到，鹹甜的。可是跟我們要做的這個料理有什麼關係呢？哦，一下你就是要先調嘅那個調醬。調醬。好，要怎麼調？來。你這個桂花豆腐乳哈，就會加一下素蠔油。素蠔油好。那個香加。好，不能加。加落去。你今天把很多獨門醬料交給我交下。可是我目測哈，有目主控看得出來哦，記得的。你就會不會變太鹹啊？你哈。對。但是人家米飯還要加水。還要加水。對，要被稀釋一下。好，為什麼？冇都是太鹹。冇調下。哦，攪勻呢就變安尼耶。安尼好食。安尼就好食。哇，變彈美。加了一個蠔油，味道不知道如何。聽頭幾厲害。都係一個香味落去，蠔油嘅香味落去，嗰個唔好試鹹嘅。係啊，唔好試鹹。
真的很特别，桂花跟香米啊，我都最米甲它散开了，真的有桂花香。有会用吼，落下嘅这个一个找一个食，我用来落乡下咧。哦，呀，有的迄个就可以用呀培根。嗯。哎，包都。要包在里面。有的包真好的，有的来用培根。好，我用来包本来讲诶。咱们拿一条来。好。各位咧。要有的哈。好。面差不多。面差不多的量。好。哎，好厉害哦！因为捏那东西，它一捏那东西就变长方形啊，捏那东西就变像毛毛虫一样。哎呀，这这不用了呀。哼。哇，好扎实的料哦，懂太快嘞。这样的建议啦。哼。哎，再来就是咸甜落乡下料，哎，好漂亮哦！加底肚的部位有没有？它是完全饱满 Loki 耶，那做的熊熊等下一咬啊 Loki 干了，喷出了爆浆的感觉。哎呀哎呀！老太哥叫下认真嘅用 bacon， 個老母用煎好勢過後擺盤。呢時節又到都市變擺弄嘅眼，早就見見到嘅上食起來嘅蘸料味，調配好嘅醬料，圓圓淋上去過後，就做得拿起真呢，配到木肚噴出來嘅香氣。行一點慢嘅咯，硬夾嘅來去食了。哇，對安用嘅無糖面前示範啊，感覺特別咧有那種很像是轉到頭擺嘅年代咁樣吼。哎，像兩三年嘅年紀，有嗰種細細家都太無糖糕嘅那種記憶嗎？有啊有啊有嗎？細細家就像就大家庭嘛。有哈。有。就是有那種三合院、四合院這樣子。好，嗰陣都要規劃。桂花嘅花鹽底肚呢，要來品嘗做嘅一個桂花太醇，鮮色啲嘅蝦球，吃食看啦哦。凍片片嘅，而且它把這都有嗰種鳳梨蝦球啊，因為佢上面就會裹一般的糖醋那樣子嘛。呀，跟住入面都有一個桂花味落去，嗰時上面有些甜甜的桂花香啊呢。哎，對。里面還有裸的那個百香果醬，頭嘅時候醬呢就比如有一些酸甜啊的。我會發現呢，一開始你剛才做一個桂花麵有沒有？你攞一個芒芽糖、紅糖落去兩種東西，變得又有甜蜜。芒芽天然的它那種粘着，就變成說你做料理跟它東方片來處理，對不對？好，今日試試看那裡個係地肚包的部位，個人有落一個桂花豆腐一種落去整的吼。吃一個真的是有夠豪爽的啊！地肚包嘅一個部位啊，哦，幾團的落去耶。哦。佢種味道哦，也冇講唔怕唔啲哦。咁嘅老杯啊，食到嘅係先一層一個豆腐魚嘅醬料，豆腐魚嘅醬料裡面變為桂花落去，嗰陣呢食起來冇試下，係有一些甜甜，嗰有一些香味到啲度。啊，咬下落去呢，先係培根過後一層母嘅又係甜嘅，嗰陣嘅鹹淡下米絲當到層次，口感咪當到層次啊！真係一種創意菜哦。創意菜。沖下掉咧，這個是什麼？鱘龍魚。哇！鱘龍也嘅當歸呢？加九成薑絲去咯。有變桂花落去冇？有。就加個醬料有嘛？其實鱘龍佢本身咧肉質就是很好。對。很鮮。膠質。膠質也有。沒有那個，它等於是豆腐鱸魚的話。它又加了桂花下去，因為它這就是人家 WTC， 變到講配的地方無可取代。捏了等下一個桂花咩做編做按多種料理啊，第一擺上到，後擺來到要 W 觀光，剛好吃上樓去排隊買冰吃啊。各位買個桂花蜜子，做起啊就是淋到餅後冇上到，佢還做得拿來做小小的料理耶。桂花唔但將做得變葉菜。還做得泡出清香爽口嘅茶片，還加食過飯過後嘅點心桂花凍，唔會甜唔會膩改，還加保留嘅涼涼嘅花香，用自然嘅食材對頭做起，啲香香嘅米絲肚，
我今日充分感受到齐齐摘下來嘅桂花天有嘅鄉野風采。師傅，你一開始有冇留其他條來合作到呢度畢業來？哦，要是我講到長久之前咯。都要幾多年呢？第二10年。10年啊，10年都太嘢咯。對啊，10年的過程，因為我去甲標過，喺第二條嘅住處。因為拄好一天就小個那個做客家菜的師傅，就請來過來。本身18歲就出來做，就過這邊那個就出來做也好。因為不可能都是當廚師啊。哦，真勁哦！對，哇！真都一到畢業來，然後鄉下學做料理啊，因為啦感覺特別親切。一方面也係我嘅故鄉苗栗，韓國呢也就對我來講就像哥哥用嘅，因為又是親上加親嘛，大家都苗栗人這樣子。跟就你剛才那種講到，因為畢竟這是一個就是以桂花為主，人家就鄉下討論出來食家下，嘿，人家就唔會出功課給廚師們嗎？會啊。佢廚師人家就互相拿出來講，做得冇，看互相都會接書冇啊。他搞研究啊。而且來到呢個地方啊，我想我嘅眼光可能就像是大哥你那時候10年前。將來了到畢業，同樣很好奇啊！有冇一個南莊正經董有名，就是南莊那個桂花巷嘛？冇想到，今日人來講到，原來一開始講下係對娘母家了到畢業開始意思誒。15年咯。我爸爸媽媽就喜歡桂花，係啊，後來咩動辛苦啦，係啊，因為我爸爸咩算白手起家，係啊，佢條個乜家就全部靠自家，係啊，就是勤儉嘛，然後非常努力啦。想講做一隻傳統吼，都大家從皮嘅向個大邊啊。因為我爸爸他哋家想法就看下遠啦。安尼後生嘅想法就講，個鐵皮屋稀稀啊就好誒。對。結果我爸想講，係啊，用鐵皮屋過一次清潔嘅，不過某一隻特色嘅。因為我爸其實很重視客家文化的傳承，所以他就堅持做按用一條龍式嘅建築。就有喊就帶我們去出國去泰國，去拍照，收集一些資料。其實也會不會看到一個一轉音啊，就像人家的堆積你們夢想的一個高牆，慢慢的堆出來，這樣案發了一個演起案呢。沒有，那一草一木、石頭啊、一磚路啊，從來都去個就革命情感。有師傅帶電，來都全部就做小工啦，當小工。開始用電話卡做的時間哦，1個月薪水1,500哦。那去到好高，人家調個土夜校沒？人家講薪水領多少，我們不會說因為爸爸給這1萬，我們不開心。我們還是以家庭為主，大家做起來。既然是大家有一條心，當初講好要做傳堂豬，要認真啦。叫下來做。爸爸豬。教育森嚴了，我們也會想說，有一天我們也會為人父母，對啊，所以我們一定不能做一些讓他們去擔心的事情，對啊。如果我們還是一樣這麼的不懂上進，我相信今天事業也沒有那麼的有成就了，對啊。韓國都有南莊兄弟度啊，爸爸咪係嘅。貢獻很多的人啦，那真正就不敢想到，就從桂花香用，慢慢看到家嘅養家就先批到家嘅米西，好像它的美好就先本人家口耳相傳，就會本太家批到誒，佢其實呢佢起來卻很小很小，他沒有讓自己是快到東江岸呢，他讓自己的光芒收小，可是那本起家嘅貢獻給大家，那。我會想到我自己做一個苗栗嘅肢體吼，真正動我演示人提供苗栗，其實南莊扮演很大的功勞。他們有時候知道苗栗是因為南莊的桂花巷來的，好，來到亞島畢業帶通啊種觀光，然後又提供呀老娘不卡有懂層面管嘿，我覺得做一個苗栗的肢體啊，真的很謝謝你們。傳統桂牌嘅建築，用心桂花搶食體驗。氣味悠散，還有拍遠，這係老大哥一部家人同心合擔嘅成果。除咗打造夢想，還希望喺有限嘅時節，
来传承同发扬客家文化。空氣地度充滿的綠綠嘅桂花香，唔但將講出兩代人嘅故事，還可帶動精神人來到呢度邊探訪好美食。用桂花做出來嘅自家料理，唔但將做的是到師傅真實嘅感動，還可看到嘅一部客人兩代人神猛打拼實現夢想嘅故事。接下來呢，民族帶動大家嚟看另外一個南莊嘅特產鱒，看到牛人按樣運用在地嘅食材，發揮創意，做出上人嘅秘密呢。來哩。比到前菜地齊齊嘅食材，一啲安然嘅素菜，來到係南莊嘅高山蛋糕。日本山肚巷強強嘅景致，還有恬靜嘅氣氛感通到位，當中就有一種啲仙境用嘅感覺。話梅島講，日日來去前發愛太高。哇，嚟到一安嗰個山蛋糕啊，空氣真靈動清新呢，還看得到嗰隻雲，還有霧氣啊，圍繞着我們，當中都甜蛋糕用呢。白大哥，林尊 Hello， 山上路很遠呢，東燕哦。告訴你，你要打我？不是啦，不要。來南莊我就要介紹真正的鱒魚達人。係啊係啊係啊。我們南莊最有名的就是鱒魚。啊，撈起來了，好重，好重！大豐收了！哇，大！呀，我抓到了！你要叫他阿公。阿公，阿公哦。都在逃避。这山上路好啊！阿公，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真實講太過，菜地客家人，人家喊佢阿公。自細就啲南莊嘅深山肚巷，規身呢都有年聰明嘅阿莎莉，小可有樂觀嘅身體，對學準老管理，做得講係一個專業級嘅專家哦。你先扶我一把上去。我是這樣扶，這樣。哦，好，出力。拜拜，我先來看。是啊，阿公你在幹嘛？哇！在移那個移面。哎，這怎麼那麼小一隻？對對。阿 Q 仔嘅沒有哦。沒有，差唔多3個2日。做得了冇？做得啊。可以做得哦。做得。哎，我看 Q 個動作，應該以後留啊。被嚇過來，要拿飼料要餵。我那邊飼料。我這樣可以，因為你看它自己過來了。對。稍等我一下哦。要快。好。哪個品種哎？哎，這是鱒魚，紅鱒。迪呀。紅鱒魚是不是？啊，有 T P 係哪道邊來沒有嘛？那是美國來的。美國來哦。魚卵。哇，所以它是阿多阿姨哦。係阿多阿姨對。哦。哎，真緊呢，上了阿多阿用，你看。哎呀。放進去它會死掉。才3個多月而已，要給它長大。學到吉他也這樣做的是。當年呢？當年就是你意思說差不多1年又3個月？哎，沒有，它是1秒開始，你認真養差不多1年就可以。啊，這樣子其實還蠻久的。故說一條很會學它，成本蠻高的吼。哦，成本高的。吼。鳳鱒一般喊做鱒魚，當後結權做盤，抽起來當夾，塞起來當香，接着焯出水來沖食。細魚嘅還要注意水質嘅強力，肉地大下要沙沙，陽氣充足嘅水度。山東嘅太醫也係溫水，都會本細魚嘅屍體當多，係泰國最香港嘅高風險原因之一咯。哇！哎，你有看到嗎？壓肚吼。來，我先帶你過去。有霧氣下來了。有霧氣哈。故說講咧，好恐怖。看到，來，聲音哦。哎呦，踩這邊。好乾淨哦。好，再過來這邊。等哎，都可以背位，你看。
练习。那我现在喂它吗？啊，可以喂，你可以喂。让它喂，嘿嘿嘿。它就会跳上来哦，对，看好哦。你喂。喂多一点，喂多一点。阿公，哎，就你那道尾啊，我都按狗给山当狗，就那个准啊。哎，为什么要在那么高的地方？是特别有什么好的环境吗？第一个就是水质的问题。呵，那个水源头都哪来的？就是发源地。发源地是离这边大概300公尺。呵呵。你讲啊，种叶豆米的水质好以外，这个温度稳土的部分，按人对你们好吗？哦，当然是最好。怎么说嘞？因为这个也是最怕热。因为冷的话，鱼长得很慢大哎。这没有错啊，可是毛病少，寄生虫少。但是讲都按大温低度去喂，唔呢，迄呢用个较用质较好吃。肉质比较好吃。用的较好吃。比较 Q。真的吗？那慢它用质要较甜较 Q 安呢。哦，用来了解。希望啊，就像我们是这么来到南中，南中已经到山当沟了，我们还到更山上里面来耶。山都巷的空气凉爽清新，不过天时变化冻结，一下也有点蒙沙烟，一下又蒙到看唔到人，完全晒唔到头塔。发电，太哥已经准备好5秒，我讲眼用的留太嘅准5了。就你有拿灯就会吗？哎，慢慢走。好。哎，等是。你就不要动。好，我不要动。绕过去。哦。不要动啊。这是我把它锁着的意思。靠在这边。好的。拉起来了，好重。你把那个拉到那边去。好。好，靠在那个，靠在这边 ，OK。好的。好。这样你就要上来了哈，你把 OK。大丰收了！哎，可是我有一个问题，阿公，这要怎么抓？看那简单的不得了。行为比较大尾的给我吗？好大只哦！呀！他在干什么？帮你洗脸。我抓到2个，救命！看眼小小嘅用嘅，观众朋友是冇少眼哦。看到也眼中干，规圈嘅跳上电路嘅准，眼係又欢喜又紧张。带等长大话起来嘅奇准，离开嘅热情又得人下嘅阿公，准备来去学做料理了。好像置身在甜筒用哎。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神仙谷。真的？对。这是一个地名呀，黑狗。往下面就是神仙谷。它是我们这里的，除了风景好以外，我们的瀑布也非常的漂亮。哇，真的看到，而且还有你的名字是歌手。我有时候会来这边唱歌啦。主要是很多客人哦，因为在都市比较繁忙，有时候常常来这边喝个咖啡，休息一下，听我唱歌嘛，就是这样这么简单。哎，你看都要到边有。真的就完全跟远还有苏南有宝的呢，好像我们在他怀抱里一样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其实大地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啊。瀑布，到底哪边？就在那边，你这样走过去，这瀑布其实很高。你这样不会掉下去啊？是玻璃的，玻璃锥。哎。而且它2个沙头好多层哦。对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有7层是刚好吗？所以叫做7分坠瀑布啊。哇！而且在这边真的好清凉哦，好像空气又好，被大自然拥抱的感觉。没有错。原住民嘅传统生活，我老山穷顺，带点重建又强嘅心肝，感谢大地嘅上树。就算係其他動物，咪做唔得破壞自然生態，係佢度嘅智慧老年者。哎呀，它比真的别有洞天呢，对啊，好像置身在天堂一样。哦，转来嘞！来喽！嘿呀，明珠，嘿呀，是要学料理吗？嘿呀，给你介绍正统的客家妹。呀个啊，莉莉。安
南强，Vivi 姐你好。你好。跟 Vivi 姐要就拜托你刚来做料理了。好啊。第4天开始，料理客家人温柔有奖嘅佢，唔但唱非常體貼，更加有好嘅廚藝。對佢來講，成就快樂嘅源頭，就係本來情色嘅精神人客得到滿足，分享對煮食嘅經驗，更加對大地嘅感謝。Vivi 姐，今日準攞佢對班鋪過後，第一次料理我講嚟做乜嘅？來，安尼邊等哈。嘿。首先放個酒，米酒。米酒。料理係乜嘅？烤鱒魚。哦。起起泡來食。新鮮的烤來吃一定很好吃，對不對？配酒。好，所以要先滷就錯嘅。滷過。滷變一米咯。係。愛動好食，就我係唔愛停哦。哦，他到底冇要緊。冇要緊。OK。來邊面那裡。熟啊。熟熟啊，來。好，然後不用鹽。鹽。那邊有鹽。哦，這個是鹽，確定？對。好，那就用鹽。冇點凍啊。好。滷啊。OK。還個不用糖。糖。哦，講到糖 Q 啊，這種味道算是像你個蘭嶼給到畢業一夜乾嘛？差唔多，阿啲胡椒粉。我說做下啲都會鹽巴，一部分都會你來上誒。來胡椒。了解。這個配方沒有用，那種。你拿來天數，你拿來便面，還有胡椒料沒有？對。哦，像係用滷嘅話，我不用幾嚿嘅。一安步都做得咧。一安步就變。它齊。你唔要做鹹糊，所以一安步都做得咧。每下都總量油，加牛雜唔會漏體。哦。會保持鮮嫩。也係似嘅食材，唔是太多嘅調味。也係太複雜嘅料理方式，就做得食到食材豐富嘅好味鮮。準五啲配盤當個加滾見香，配到兩面擦擦過後就好食嘅。除太配準五以外，Vivi姐還準備咗講嘅是有啲亞味裝食得到嘅，算係年出名風味嘅時卡料理哦。現在呢，我看你準備這些，這是什麼？小米。兩個係沒有提煉過酒的，對，所以係像是酒粕這樣子的哦。對，做個小米酒醇的酒粕。用壓給了，不用都壓給阿北地度哦。對。是哪裡來的洞洞嘞？這邊。哦，這邊要打開。師傅家老邊也不用哎。老邊不用第八度。我不用幾多的嘞？6角。可是。兩個小米啊，吼，迄個已經釀過小米酒了，加幾乾含有酒精都抵度嘞。有哦，還有哦。那一般湯哦，一般湯是要喝下去才感覺得到味道。我不是幫我老婆講話，真的是用聞就聞得出來。你那種皮，規間的都會要做小米酒跟鴨香味。這樣會香啊！哇，不用散粒，不用散粒。我知道，像人家有沒有什麼人好講的話，會敷那種酒粕面膜。對，一樣的意思。阿伯不用那個，阿伯，迄個濕凍叫咩唔會漏體啦？唔會，很聰明的哦。可以啊，我看你就是跟着法愛大哥喝酒，喝的皮膚都很好呢。來到原住民這裡，怎麼可以不喝小米酒的呢？老食燃料嘅番麥味用針線斷起來，並入水老熟嘅酒底度，開始溫煮，大約嘅3點鐘。Vivi姐講，注意是熟嘅紅棗老鴨肉融合嘅皮湯，口感會係本人想唔到嘅飽滿甘順哦。哇，都要到畢業，要到去個一手裝潢的這裡，要到畢業食飯啊，咁個貼片的那種很有溫度，這樣子。有嗎？對，木頭啊、椅子啊、畫作，真的都是你要到去哪做的？係啊，佢全部佢做的。我承認。老給利用傻 Q 他相處懂神奇，很多的有趣的畫面都在鏡頭之下，他們真的
是神仙情侣这样子。这里是神仙湖啊。哎，难怪就有神仙情侣度假岛边。神雕侠侣。不要变神经哦。不要喝多就变神经了。好了，刚都在鸭哈鸭唇要怎么来吃？我们是要了解先尝鲜的吗？哎呦哎呦，我等不及了，因为迪度呢有那个酒粕，小米酒粕，东后放黑某啊。因为还可以一擦好了就 OK 了。哇，好香哦！肉是什么？肉就是烂，煮的烂的了。法爱大哥按崇拜你，其实我也好崇拜你，有散发一种女神的形象。哎，这可以吃吗？可以，等会要给你吃的。好棒哦！让我看到酒粥啊，被用第一顿给煮后，好像那个小米饭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好香哦！而且第一顿还有凤粥、包豆芽豆味耶。很香的酒香哦，而且给绵绵淡淡的，到最后吼一下就发给啦。不能马上吞，你要放在嘴巴要享受一下，跟喝香槟一样。哦。亚种酒香，我本意吃到有一些微醺呢。好，酒量那么差啊。是你喝太多。未成年请勿饮酒。对。然后皮要给同来啉哦。哇，这个汤都是精华哎。刚刚豆为一开关那个小米酒龙皮。我来看今天有没有水准。好。就是这道光。一般汤一般汤是要喝下去才感觉得到味道。这个是。我不是帮我老婆讲话，真的是用闻就闻得出来。你看用皮，规间内都会那种小米酒跟鸭香味，酒香味。而且也可以同调，它是完全是甜的哎。对。酒精已经注太的哎，纯豆黑小米的香气，对不对？小米跟鸭刚刚丢的鸭骨头的味道。对。很甜哦。这摆是都按点下面阿妹酸啊，你那边鹹鹹哈。对，有卤羊哦。有啊，不用羊吗？用一些羊白呢。哇，这个汤我好爱哦。女生应该都还蛮喜欢，酸酸甜甜的。而且都在咁我吃色都对皮膚都好。熟嘅保鴨嘅好味絲，唔但淨係皮糖，食法還當講究嘗試哦。提前用數百塊香蒲肉豆骨，個老米淋入去。就做得熱出熟嘅老鳳粥來食，個老鴨肉白到水水，老鴨骨強合融入到皮糖度，繼續用細火天天嘅煨，行卡做得加甜糖嘅甘甜味絲哦。你剛剛有跟我說，其實吃這個魚，有一個地方是它的精華不能錯過，係那脯加骨頭，骨頭最好食。可是骨頭唔會中意呢。唔會呢，加骨頭用一面軟軟呢。對嘅。你試過啦？一般我們為什麼要用烤的，你知道嗎？如果我們有時候清蒸也是料理是不錯，但是吃的時候骨頭要小心。但是烤過以後，可能是化學作用還是幹嘛？我不懂，骨頭比較沒有那麼厲害的。好棒，而且很多鈣質，對不對？對。好吃哦！不要丟掉。然後慢慢地來切，即係看下家嘅魚肉嘅部分，弄不會炒嘅底度還係嫩嫩的是咯，好像小朋友的皮膚這樣嫩嫩的。這已經很極很嫩，剛剛還在會把嘅弄不會，剛剛還有一些呢焦焦的，要來稍微拔一下，可是底度會那種還是嫩嫩的，還流一些的，溜跟那個魚湯汁出來這樣子。好好吃啊！配合嘅準，酥酥地都軟嫩，係一種看到嘴都香，做得本人對心都好，散發出幸福感嘅美好。另外也出大碟飯，係泰雅族嘅傳統料理，用姜椒葉包定糯米、鹹嘅，落地位蔥嘅過後，米粒粒飽滿，特別嘅鹹香，做上山大碟嘅飯糰。正見本人遠唔吃，以後沙地以後食到。
我讲真嘅呢，像法爱哥啊、BB 姐那种3年，嘅4年啊，碰到了下来，还记得头发有行过嘛？个较辛苦的过程无？有啊，都因为我本身唔係正經嘅廚師，就我點不是嘅東西，然後我會唔夠用，所以師傅來也是要讓我重新學菜。对，跟你學，要跟我學，他是又是師傅這樣。因為他是才是正統的師傅，我並不是。對。但是因為我是賣我自己家的菜，所以他必須重新跟我學菜，他會覺得說，你們是怕怕對不對？佢會感覺。煮了嘛个东西呢，但是一生米都好像还不错，所以他就慢慢接受我的东西，然后再加上，就是如果你东西不好吃，客人不会一直来，那客人一直来一直在重播点的东西，就是表示这个客人这个味道是客人认同的，所以其实慢慢的在接受你高级的菜，我了解，就像是俺妹没准要被种不是啊，大伯，我讲到做料理呢，有一些样样的，可是如果有去家嘅上班，你讲大家一到你接触的吧，就建立那种自信心。其实我是觉得煮菜，其实就是一门艺术，艺术是没有任何形式的，只要好吃，大家能够接受，那才是重点。对，哪怕也是有很多5星级的师傅自己出来做事情，他煮的好吃吗？好吃，但是为什么不会成功？为什么？那就是不要太坚持自己的理念。我觉得有时候大众化那才是重点。真的，对，而且都要到毕业生的料理呢，感触到就是那种，就是你生活在这里，真实的生活都要到毕业，像都要到毕业拿鸭子可能也是人家的歌厅，然后给搞过那素菜，就是你们很尊敬自然，就像周沈坤、法爱大哥带我去参观你们的家园的时候，你们那种敬畏太子年跟行嘛油然而生这样子，谢谢。而且法爱大哥龚真一年，我觉得是全天下算是数1数2幸福的男美女。你说美男子吗？不是，我是说男美女，不是美男子。男美女。他说你是最幸福的男人。这个，我是100%的赞同。因为你有一个太太可以跟你夫唱妇随。她是我妈妈。都海呀都山坡。爱喊大路红路迷，路走，耶稣的自由，阳光在高来心情呀，诉说平静快乐，爱是慢高。食出高展示嘅法爱泰国，创创嘅上改非常想念，因为当然田边客对故乡嘅热情，现且老家嘅财钱带转故乡，家庭料理嘅分享，做自家好做嘅事情，天数行较多嘅聪明。BB 姐轻强煮食，空下代替培养出来嘅食材，用考试老创意变化出来嘅料理，当素人懊恼。两对公婆同心合担嘅亲情，就喺碗筷老调味之中全部表现出来，係人生真真實嘅平凡，咪係真難得嘅幸福哦。南中一道嘢離開嘅城市地圖嘅吵鬧，有鹹鹹嘅海水，還有動場嘅山南風景，呢度全部都係菜天兒清寶貝嘅財產。老太哥後場搖搖嘅。就聽見無下兒一轉一眼打造出無下嘅夢想。你老范太高腔下研發出用桂花為主嘅香煙，用創意還有香氣影響到精神人來了到夜探訪。而太哥兩公婆意識到對料理嘅熱情，2、3人腔下老菜鐵嘅食材，變出香撲撲嘅風味餐。每因為按呢，想到會東人來也難裝了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是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週後面是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